跟阿布布开心的用屏东的芒果做好了酸酸甜甜的芒果青之后，我们还要来一趟小吃之旅，要来拜访广兴村。老板你好，可以啊。我们要2碗面，炒下，好，那先炒下，刚才煮。谢谢。九九六根面，光是听当地人说，就已经让我们2个饥肠辘辘了。而这样的面一送上来，我们真的是垂涎3尺，忍不住想要动筷子。新面哦，面对了。谢谢。那可能每种的菜天然哈。来这边玩，可是不晓得有什么好玩，老板你可以推荐一下吗？咱隔壁庄园的棕榈火萝卜。哦。上一条嘛。哦，会很远吗？那拜托老板带我们去好不好？等他带来款还带来。那等我们吃完哦，谢谢老板。我们赶快先吃面面，待会来去玩喽。客家老板就像屏东的大太阳一样，相当热情。我们一边感受高树的美好，一边品尝九九六根面，这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姑姑，你吃吃看，这面面好香哦！你们爱吃？喜不喜欢吃？好吃。对啊，很好吃哈，多吃一点，超好吃的。老板，你的面好好吃哦。对啊，因为小小肉的面啊，所以面都够特殊。很香哎，有柴烧的味道。小朋友吃好多。都这样的感觉哈。很好吃。阿伯伯跟我品尝了好吃的古早羹面，充饱电力之后，老板要带我们去逛逛台湾文学史上甚具影响力的客籍作家钟理和故居。钟理和嘅萝卜多嘅哦，跟路卡特別睇嚟迄個蘿蔔，我特別跟啲滿人嘛個特殊哦，叫白特別迄燒菜，清炒嘅燒菜，所以跟住做椰裡面，我啲滿人硬特殊，你條嘢磚，你個樹工特別跟這個社會有跟鐘理和夾把這個可以轉油社會轉移，包括你所有的轉移攏跟這個社會，都是他自己燒的哦，攏夾把可以轉油這個社會，所以這是柳葉磚，很不一樣哎。到鐘理和故居，我跟阿布布收穫滿滿，因為這裡也有相當美麗的客家人文風光。阿布布，我還想要再吃1碗麵呢。為什麼？因為它是九九六根麵。